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唔知大家亲好的运动系嘛个？比如讲像阿群妹我平常时啊，我去行路啊，我去慢跑，我去游水啊，有限的时间啊，我咪会去骑私人车。讲到私人车，大家知其实台湾的私人车是世界有名哦。唔但抢几条台品牌，其实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分享一只品牌，可能无当然真去谈过，啊，唔过佢出嚟当多种无共用的茶的，啊，可能有谈过，也系讲有看过，咪系品质清好，世界有名。细细嘅交来分享，节目地都有请多位来宾来分享太平洋私人茶研发技术部嘅协理林永生分享。嗨，大家好，我是林忠信。我今日來當番是受到該客家電視台嘅邀請，來來到來採訪咱太平洋時尚茶，希望大家會歡喜。歡迎協理來到福起來同大家分享。聽講人嘅員工喊你就喊按到 Park 協理，錯冇？係。Park 係人嘅英文嘅名嘅。係。Park 協理係永安嘅客家人。係。就真正係幸福嘅海順嘅客家人，多數就我們講海客文化嘅客家人。聽講都有間太平洋公司已經做勢超過40年咧。按久嘅時間，也按長嘅時間全部就到一間公司。聽講除咗也青苔嘅也露頭家以外，而係天然演技台嘅。唔過有啲後生人全部就喊你按到 Park 協理。係按樣較親切係冇？喊你啲英文嘅名嘅安尼。係喊我英文嘅名較親切啦，喊我到太平洋研究學生嘅將來太平洋上班時間。因為這個係英文唔好，太平洋係做外銷嘅公司，所以大家應該講英文。香港是學英文，喊英文上課第一節線上講，大家應該叫上咗英文名。香港是講係按照 Park P A R K， 就是用到了下，不管台灣人也好，外籍客戶也好，大家將。全部就喊你 Park 哦，今日嘅真歡喜哦，做得邀請到 Park 協理來到呢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先來同大家來了解一下，一隻品牌太平洋私人茶一個品牌，很樣板的一個品牌。佢一開始係做乜嘅？其實大家有講到，很久以前佢就有外銷嘅一條同國外嘅業務有相關，錯冇？了解一下一隻品牌。太平洋公司佢開始係做推廣嘅啦，咱推廣咱大家講 OEM 嘛，OEM 就是代工，像台積電也是 OEM，客戶的設計，你幫他執行生產，這個叫 OEM。就係自家冇去研發，冇去設計，就是做手工嘅部分，推廣嘅部分。差唔多10多年以後，太平洋是開始有研發自家嘅產品，第一推 Birdy 是太平洋開始研發新產品嘅開始啦，所以差唔多1994年，從民國83年民國83年我係創辦人嘅羅頭家，其實又去德國參加時尚茶展覽，又機會看到兩個學生。德國嘅學生、大學生，佢畢業作品，是讓佢開始合作。該兩是太平洋公司還蠻有自家做自家設計私人茶，還蠻全部做推廣。是因為幾擺嘅經驗有讀到嘅大學生，係德國嘅大學生，佢也都有想法想來做，唔過前冇呀推廣嘅公司，嗰時候就讀好啲呀，只歐洲嘅呀只展覽就前到太平洋公司呀只露頭家，就讀好兩下就按樣牽線，嗰時候學生嘅出設計想法。太平洋公司有當好嘅技術，嗰時候就開始來做像按樣，有人講折疊嘅私人茶。嗰時候 Birdy 一開始就係按樣做得拗來拗去嘅私人茶嘅。係，但是 Birdy 了只都了下來要嘛要30年咧，30年要3代啦，每10年要做一隻太改變。
很危险啦。像咱买鱼叉，因为摸改变是摸新的东西，刺激市场嘛吼。所以我哋个Birdie目前系做第三代，第三代所以是有差不多30年的，然后进入第四代、第40年。哇！係啊，但是推早做得佢嘅品牌做得連鎖賣30年，其實冇簡單，都冇簡單。而且第二胎係因為個學生嘅有出也設計嘅想法，故所第二胎、第三胎，下後就係太平洋公司來設計來想、設計來設計。係。哦，故所基本日東南地帶來也台，韓國東江係膚色咧，做咧請協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也台 Birdie 也台茶喎。哦，係做得但 Birdie。哈，向下來看。我先看那片。很輕巧了哈。眼哪看啊？眼哪一樣哦？這個係東強呢。然後佢嘅特色是講做得聲音和動寫是啫。安尼是做得起，所以身高100公分嘛做得起。100公分嘛做得。等於台灣的哈，我變落190公分。安尼嘛做得起。但是你按個是啫，兩頭嘛做得，兩頭嘛做得見人。跟按樣一台私人茶貴婦卡，太細個生意嚟做唔得啦。唔過可能小學生就做得，小學生衝捱嘅外生5號嘅140公分，佢咪做得起。按樣160公分，佢咪做得起。先生180公分，咪做得起。所以買一推全家做得起，個小做得起哦，太好變呀。按了對茶哈，咱好嘅東西啊，越攞越要卡切。因為講10年前買了下，但我買哈，很做得買當好價值。真的要改啊！真的。嗰時候當然會按用輸從，按用一推無共用嘅私人茶。是喎，推翻我認識從我幸福介入使用人基本介入10推 Birdie。哇！幾多香港我台同我調價講，香港用人基本介入50推 Birdie。跟人做嘅搶調價來示範一下呀，因為佢係做得熬嘅嘛，我們講折疊嘅私人茶，佢選落愛用板熬，因為你看眼按用可以按用厚厚嘅，就唔啲愛對那片筷子來熬。係，佢有一種重要嘅特色，佢做得講有名哈，都該折疊是一個當重要嘅哈，佢做得唔是那架工具哈，做得快速是折疊哈。嗰時候唔是加拉貨來折疊。唔是加貨係。也係當重要嘅一件事情。比如講，我去到攞杯我要去熬起來，然後去包包底都會前嘅動作工起，然後去熬起來，跟住都麻煩嘛。嗰時候佢唔是徒手就做得。然後折疊有4個步驟，4個步驟是做得翻新的哈。第一點來先到條這個踏板。踏板中的，然後看來來調好，就按樣。對，所以按樣停這樣。好，第3個。第3個這個前叉。按下10個咧，第4個叉手10號咧，哇！用啊，那下幾時會起咧？按用真正那你該插檔不用動。那該搓切韻啊，按用那就唔是像人起嘅U-bike可以牽的，做佛叉做捷運，那隻黑色的布袋，黑色的垃圾袋也可以。那 Camden 是做來送佛叉、送捷運。我公司上人嘅講，用29個英型日本賴戶內指定帶 Birdie。按用當好呢，七架帶7架嘅私人茶。唔講誒，通講像按用嘅私人茶，細模嘅咩做得7架來熬起來，錯冇？咩做得7架熬？比如講像愛好嘅，咩做得7架來熬冇？係，我聽下種執嘅方法是講我有法度啦，幾多茶徛起來。看小姐從主心音可能是拿唔起來，是有啲件事。我家係拿起來啦。我哋先到台下示範講。好。就嗰度幾恢復原來哈。好。叉燒係嗰類的。這樣看起來這運動簡單呢。我們來問可能他徛唔樣嘅細阿妹，也係講細人嘅，長少年嘅就會留佢拗起來按用板拗。好，還有種折疊是講先10條線啦，哈，然後從中，係。要聽的。
哦，内底的按用就完全唔是有个老几规个徛起来嘅通走，对不对？其实所有嘅拗嘅歌唱，其实完全都20位数。哦，按用就完成嘞，鼓手就唔是冇需要都拗嘅时间，要老几徛起来啊，要很用板。哦，鼓手按用嘅方式就係佢做啲細拉嘅細妹都有辦法老幾拗起來。鼓手唔看哦，像按用嘅私人茶吼，原來有按到好悶哦，還有當當都用同故事愛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圈阿權妹。今日上一段節目同大家來紹介呀，台灣本土嘅私人茶品牌，又作為一個做得拗來拗去，做得拗起來按用嘅私人茶。雖然我有啲嘅私人茶，唔過我係正經完全冇識去過人講嘅做得折起來、折疊、做得拗起來嘅私人茶。故所家下算係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按用拗起來嘅私人茶，佢做得樣板拗。因為我冇去過，我就真嘅冇看過人實際喺我面前攞佢拗起來咧，家下協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按用做得拗起來嘅私人茶，佢真嘅做得拗到東西，韓國佢攞佢打開來過後，佢係真常做得佢私人茶，然後做得享受嗰種佢私人茶做得啟動家嘅嗰種感受。韓國啊節目都也下唔單唱同大家來分享一隻品牌以外，其實一間公司啊，沒有做也同公益有關心偏人關心弱勢嘅一個發通，韓國就到10月初3就會來開始，好冇？係唔係請協力同大家來紹介一擺這個單車公益家庭日嘅發通？哦好，聽下主持人有問講個折疊車哈，佢做得執起來執個顏色，但是起起來險嘅就嘛做得到冇折疊茶哈，共用啟動架哈，有一點當重要。哦，太平洋有一推Birdy哈，做得做要推茶做得。佢嘅壽命做得要維持30年，按你落去提示台40年哈，是有佢嘅溫法啦哈，係茶當強，當中而汁，起來要起到當強，還要當強哈，所以佢了下係全世界時態有名嘅折疊車哈，免人嘅安尼。按用身為台灣人知道當驕傲。當然講，你參觀太平洋嘅博物館哈，就看到 Birdy 啊 ，Birdy 係大家老做嘅哈，叫Birdy 在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生產。乜嘅鳥不生蛋？幸福、開順、客家莊、好風景，有冇？係。好。喺太平洋除了Birdy以外，還有當到從來推本結婚模仿片的小朋友哈，韓國台人，兩隻賽事基本台咧是成人起嘅啦，也係成人。喺重量嘅外形，佢有 ML 跟 XL， 本身過200公分嘅人嘛做得用。喺兩對茶，佢嘅特色是講佢有3隻年紀唔係盲的，所以你唔要去茶，做得錯個貼錯哈。人錯了貼錯，按相撲搭落了哈，按手過按起的，所以成人去做的按滑行，這就是這個車子，還兩台茶，有受到當人的家庭哈，因為佢嘅成人哈，佢不介成人從來按佢要太平洋要看到太平洋做兩台茶，其實可以是訓練佢嘅成人。那成人變到當陽光，成人成人咪歡喜出現我被稽查，所以你下目前啊會參加這個奧運哈，未來也會參加奧運比賽，所以訓練當到學校有啟智學校啦哈，殘障學校他們。會用到兩對茶哈，幫學生去安尼係。其實我知道也係一件挺好嘅事情，因為可能會因為身體冇方便，家到可能就下少會有戶外嘅發通。唔過有嘅按用嘅
我们算是辅具车后诶，按用个方式，行到就做得会出去脑部去停通一下迄一类，天野行到要做得向速度脑部嗰种有速度感，防做得踩到迄个感觉，而且也就迄位行到量身打造。刚刚讲迄本个脚模缝片个声音诶，来去诶，故说胸脯挖到呀，做得稳定机、保护机，韩国脚要做得滴带下按用难啊，尤其是像小朋友。学步车的嗰种感觉，学步车跟韩国爱讲哈，压下嘿老个手起来，错冇？他那个对，他有手啊，爱刚按用松的时间，爱知道它很滑顺，其做的强的，其就做的松挺通要在查诶，就是其脚唔是动出的，甚至家个要两条，嘿唔嘿没有这个小巧思在里面。好，声音佢还唔会转弯，所以佢转过了片时间。其实唔啲会永远就个非常，你并且佢是一交会摊上来吼。喺太平洋出了俩腿茶位，按了 race runner 啊 ，race 是竞赛嘛哈，所以也让福建的变了比水安样哈，还有当做类似的哈。范阳台家去太平洋博物馆参观，嘛做咧市区去到博物馆哈。做咧你做咧同嘅声音，莫是同嘅教音去吼，去做咧本市，咱嚟讲有特种嘅需要吼，做咧人改你嘅需要。可能有其他可能冇共用嘅素材，冇缝片，没有冇共用嘅茶型，做得去太平洋吃看呐。呀，其实就会人家有讲到这个单车公益日呀，其实太平洋公司轻管型。也到身体模缝片嘅人，故说我有做按用嘅菜，我们同上而啲这个做嘛个一开始会做像按用嘅本生长嘅人士，行到去嘅市场茶咯。因为像太平洋期盼了市场茶公益汽车有16年的啦吼。哦，咁咩当久呢？所以你看因嘅家人落去参加，但是不卡有家人。佢嘅身體模仿片，其實做唔得人強下出門，所以有兩腿茶，嚇，你嘅聲音，你嘅不卡人是在強下出門，所以該公益日哈，有看到該當做從呢個照片了哈，該員工佢做咧起樓咧茶哈，公益日佢嘅主要精神係講。分享大家不管誒身體用因創造咧器材啊，和當然係太平洋嘅生日啊，有期盼從今年明年125年10月初3，我就個期盼公益日，和所有咧參加嘅人哈，我做咧先講係去10公里，去30公里。去70公里。70公里哦。肇慶佛通開始到12點之前，轉來報名哈，還做咧參加抽獎，嘛做咧抽到條跳下街推波地啊！哎呦，愛好哦。還所有咧參加嘅人，總講伊去30公里，還了解大概去70公里，還根本伊總統參加1000個人掉起來哈。去1萬公里，公司是每1公里是會減10克，還是11公里是會減10萬克哈，還是本那種需要嘅人，仲講要來參加，還不卡是人係講有需要殘障哈，還是公司有嗰種設計適合你嘅殘障車哈，送你哈，就該今日收入哈。所以賣街茶送你安尼，所以緊盼緊多人參加，所以非常歡迎今年哈大家公司電視台大家來參加報名參加，做得個人報名嘛做得，做得團體報名嘛做得嘿。雙面去報名。
嘿，也下开始官网是有哦，嘞。也下开始官网就有诶。我知道也係一件清好嘅事情啊，留佢整理一下。希望大家想要去運動一下，大家10月初3哦，做得去參加太平洋公司來舉辦嘅一個有公益性質嘅一個去市場茶嘅活動，假如講有半10公里、30公里、70公里，啊，你就自家看自家做得去幾多啊？吼。那個也去嘅路線嘛，當適合太平洋幸福是惠安縣當倉吼，去到太平洋為沿岸應港，佢是往南去吼，就係去到信豐，用岸去到信豐，去到往北去吼，就係去到嗰種台灘嘅發電廠，全部都講全部係海岸線吼，所以去來當輕鬆吼，當輕鬆啦。你說去市場茶，太平洋公司就攞1公里建設口，拿來做公益，啊公益就係本一條身體無方便嘅人家，就做得有機會去先到自家中意嘅適合家條嘅生長車。哦，原來係安尼，亞洲發通基金舉辦嘅19年咧，你剛剛16年，16年當然有想到咁多人來參加。一條來參加嘅人要加到回饋加到嘅心得加到嘅感想本公司，大家知道當感通嘅冇？就講開是大家上去太平洋嘅茶獎做咧報名，都後尾咧是講不管你係馬莎嘅茶，你自家要捷安特嘅茶，你嘛做得咧參加。其他嘅茶佢咪做得。再過來是講，當然是抽獎係當到廠商協力廠會贊助從建大輪胎佢咪捐贈個輪胎本抽獎，所以大家吼當歡喜來參加呢個活動。主要是講成人啊，尤其是講咱哋身體冇方便嘅成人吼，看到很多人都愛去茶，其實會感覺當歡喜，所以當然啦。世界蠻多時會講，其實有在參加哈。肯定影響哦。其實我知道也真經係台灣嘅驕傲，唔單止做得做出品質安好嘅茶，還做得為韓弱勢嘅團體來盡一份心力，還個做得超大家強下。因為做得去市場茶就做得天數來做好事情，故就好大家去掃描來報名哦，去市場茶做得做善事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繼續同大家打嘴鼓哦。大家又做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員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台灣自家生產、自家設計呀私人茶。私人茶有咁多種哦，唔單止有做得拗起來嘅一般咧，還個有呀特別本呀身體冇方便嘅人咧，也就出拳嘅私人茶。唔單止按咧，其實也按多年來，大家就越來越好奇私人茶，應該有按樣嘅感覺，越來越多人啲嘅去，甚至像比如講台北，亦係個亞嘅家鄉。苗栗，其實我按樣去到那邊，我就當接看到嘅 U-Bike 站，我就會請我爸爸媽媽向我去私人茶，因為我要運動要減肥嘛，我就會去嘅一般咧，我爸爸媽媽佢就年紀下大，故所佢就會騎嘅電扶車，大概就喊我看咧有電扶車嘅站喺那一片這樣子，然後故所我要講嘅係，其實太平洋公司沒有出。電扶車錯冇？太平洋出的呀電扶車有哪條特色冇共用的素材？太平洋最早開始做的電扶車是按照Move MOOVE 啦吼，伊個車齡是20寸的，咱一到我背去個 U-Bike，佢個齡係26寸的。差很多哦。26寸，20寸係適合咱台灣人啦，但是還是冇適合特級歐洲人。因為佢嘅性格合高吼，所以20寸也對Move吼當適合，看起來啦保底差唔多吼。哇！佢有冇按照電扶車嘛？到大家介紹一下，電扶車是講到補充你唔係完全讓像奧多巴因吹油嘅是會行，電扶車你係冇腳踏冇吊佢唔會行，所以佢係幫助你吼。
做唔得本拖啦，你从来骑电动车还莫丢哦，啊电扶车你也莫丢，其实唔会行，啊你越丢越重，其实人出力出越多，所以佢最聪明是讲，你的北上架，还是莫力啦，北上架，还是起来丢啊，起来丢，佢的链条是本变落动线哈，其实好了则来感觉讲，哦，了个主人去莫力咧。其实会让人挺出力，哇！所以按照买当 smart 当聪明的车，所以你阿妈系为嘛解讲，佢比奥多拜还贵，所以青菜一推电扶车其实10万块以上，和奥多拜难5万块，8万块是卖得多。哦，因为佢很精密，哦，原来係安尼。所以佢反正去冲突去到5倍，摩田咧。佢做日本的腳踏本起上來，韓的奧多拜起到5倍，冇收，你是冇法度做。嗰種冇法度嘅。所以為乜解講開電扶車啊，其實啦奧多拜冇可能是了重要，佢佢要當強，到日本的差。每顯看起來佢底下差，看起來差唔多。有家有看到相片，下面有同事有去過分享講，當好真件當好去，因為個尺寸看起來差咁多呢。係啊，故說你看像有按用嘅電扶車，就做得去市場查啟動員，啟動員會做乜嘅呢？其實啲太平洋公司上班，由於咧同因為一下太港就鼓勵節能減碳嘛，故說公司沒有響應這個減碳的一個政策，故說希望人嘅員工多多去市場查。其他業都係咩冇相關，公司有個福利金的政策，從喎。係。嚟節能減碳，太平洋市場查係全台灣體檢哈，發試檢發錢是開發的哈。還講開始呢，鼓勵員工去稽查，公司賠保底也推查本去哈。唔是錢的，很多咧去全部卡，假日你嘛做咧全部卡。係，喊你去上下班哈。每日公里公司是撥你5塊，所以你今日上班去30公里，你是那有150塊的津貼。係啊，還有講講一天去來公司上班，當日30塊的哈，還是撥提早做得慢15分鐘內，係，喊到下班就講長慢轉到屋，是撥提早10分鐘下班和稽查，喊。去到來到公司啊，咱做的是博物館、個咖啡廳，要補助你嗰種嘅飲料。等下公司一下有吸引冇，愛準備啊。所以嗰是真好誒。鼓勵嗰種嘅供應員工去稽查啦。啊，目的是講喺度揮發了嗰種嘅碳排放啦，嗬。希望講大家員工慢慢冇時差，做啲稽查。按甜點了，只活動喺太平洋了有現象嗰種嘅 ESG 啊，大家有談過哈。啊，為咗認證講，做得累積嘅公里數哈，做得上傳。從員工講，我當日稽查，我用嘅去幾多查，是去做了公司嘅時間哈，是上傳手機，是上傳到雲端。按手機哦。喺後台哈，我管理部。管理部是咪收到？就會算錢啊！今日去做公理，咱為了希望了只活動了只設計哈，做得賣了只軟體了只設計，做得賣俾其他公司，所以我都嘛希望台積電啊，佢員工很多，佢到太平洋賣去簽推查俾員工去，佢嘅公司嘛做得檢討。做得節能減碳。嗰時候有一套模式，係太平洋公司起價發明嘅，希望做得推廣到冇區用嘅公司啊，大家咪做得來響應這樣子嘅一個政策。係，你啊目前嘛有勞動到台盤店，從了來到高雄好到日月光，南子加工區哈，佢嘛有人喺度配合，起碼上係節能減碳。我呢，我了邊做得講，我查落去駐機。韓佢嘅公司嘅員工嘅稽查，冇時差計稽查，韓佢嘛做得減碳嚇，
顺风，这样做得得力安尼。啊，用清吼，真嘅。啊，毋过感觉想到伊咧对协理来讲，较唔好的事情，就会谈讲你待手菜离公司动群，你做唔得累积里程呢？做得起下人的。哦，对，起阿燕得诶，去运通案咧。好啦，讲笑，其实就是在讲自家推办的公司动用心，唔单枪伫个产品当中，咩动用心伫响应是给我们这个节能减碳的政策。除了按用，因为其实没有来讲一下，唔单枪按的哦，大家许多太平洋公司唔单枪做得来看市场查，系由于咧市场查嘅保护感，刚刚没有讲到，员工做得去这片休息一下，其实这片系咧同好嘅环境，民主去这片真正做得老了了，还做得做嘛该喏。太平洋的博物馆哈，有350多种以上冇形容的茶，哇！所以啊，你发现你全世界看到，按来到南推翻你摸来了哈，是在当打爽啦哈，系啊，按来看到了茶你会欢喜讲，条对茶来当家己，来来市区的，你是做喺台了地步有冷气的。冷气房温市区，有看到嘅相片呢，这真正就係按用动開封嘅，按用嘅展覽嘅空間，唔好有嘅玻璃隔斷。博物館有2層，3樓到2樓哈，就1樓是有500平。哦，安泰。咱做咧起好，做係會賣，嘛做咧賣。咱樓下呢有嗰種嘅咖啡廳，所以咱伊嘛做咧參加團體，像講中小企業，我卡因來。大概官網是報名講來日去太平洋參觀，喺太平洋做得稽查有套餐啦吼，套餐是講你參觀博物館，還有嘅稽查，還有負責導覽嘅人吼，同你去隨便稽查。哦，啱吼，嘿，故所講到也吼，大家相信今日大家對呀市場查嘅知識應該有增加動到呀。節目到呀下嘅福喜卡拉 OK， 我請協理再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係講自家去攞杯去市場查，將會去優惠，佢係講去朋友同朋友來加呀市場查來去。大家要唔啲按用白去橋嘅構圖，所以嚟嘅頂咧愛不用結果嘅，就係清晰客人自家誒做得起嘅，所以同大家來搞好一下嘛，因為用嚟來調呀市場查嘅構圖。好，冇問題。第一點啦哈，你即個茶當日會起，所以貼咗嘅用機構即個水底，但是重要嘅係，咱起茶，咱第一片腳骨丟下嘅時陣啦，切條唔好講放出來效果又在萬途。掉下去嘅時節到清代下嘅時節，我有細細的慢慢。係，因為你嘅每一年將丟到搭嘅時節後，你嘅腳骨將放出當腳會抽筋，你嘅腳骨會當冇法度起衝突，所以。那第一點，即個深度與適合嘅構圖，像條腿玻璃是當貼心啦哈，記得有刻度。做得記點記下來。像我新吹我是會起到刻度18號。哦。所以我每一遍起我是會從我成日起轉去去平安帶。下年我會起嘅時間我是會看到18號。也是我嘅構圖。第三點是講，大家係講了只構圖係你嘅構圖是記憶來按比下。韓白就會多鴉片。韓白因是地講到了只快速是做咧深度嘅位置，唔是講看了，有得差去摸了刻度啦哈。係安尼。好，我第一按樣學起來，什麼協理？故說今日真件啊，透過協理嘅分享哦，真件好多動到，唔知大家有學起來冇？喺講有限嘅時間啊，咩分享大家去啊太平洋嘅市場茶博物館，大家真件做得好看啊，有適合自家嘅茶嘅冇？係個深夜廚神嘅發通咩分享大家哦，有限嘅時間來去報名。今日節目就到呀，什麼協理來到節目當中，我們什麼電視機條線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強下來做運動哦。